从舞台到创作，从银幕到编导，从 T 台到设计，从画廊到拍卖。华语电视、华语广播联手推出系列人物专访栏目《对话艺术家》。华语广播节目总监小英将带您走进艺术家，畅聊艺术人生，感受艺术魅力，点亮星空，精彩无限。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金美芳，浙江杭州人，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批由国家培养的粤剧演员。1954年11月考入上海市戏曲学校粤剧班攻花旦。1959年毕业转入上海粤剧院，不久改演小生，唱徐派，在《红楼梦》中扮演贾宝玉。80年代与粤剧大师王文娟合作主演了《孟丽君》。1996年在10集粤剧电视剧《孟丽君》中饰袁成帝，大获成功。其嗓音清脆悦耳，动作潇洒利落，表演传神逼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并善于根据人物的思想感情变化，把戏曲表演的程式动作与民间舞蹈相结合，使舞台表演更丰富多彩。好，各位华语电视的观众朋友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对话艺术家呢，来到了金老师的身边。不知道有多少人喜爱粤剧？这个粤剧在80年代有一个连续剧的版本，它叫《孟丽君》。在这个连续剧的粤剧版本当中呢，有一位叫金美芳的人，让大江南北的人都了解到他。那今天呢，我来到金老师的身边，想跟他聊聊有关粤剧的故事和金老师一路走来他的人生历程。金老师你好。啊，你好。特别想知道金老师，您当时选粤剧是因为自己喜欢，还是家里祖传呢，或者是怎么样走上的粤剧道路呢？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呢，就是那么多年来，这个粤剧在这个上海，尤其是在上海，跟全国各地的这个影响很大的。但是作为一个粤剧演员来讲，回忆从前怎么会走上这一条路的，也是值得向广大的爱好者说一说，是吧？过程。故事一定要。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拿我来说，那时候才就10几岁。是在学校里呢，只是一个喜欢文艺的小女孩，对，所以对戏曲也不懂。那么后来呢，为什么会去考的呢？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因为我有一个姐姐，她比我大2岁，她跟一些小朋友在一起呢，就是去看过粤剧的。那一次呢，他们正好准备去考上海市戏曲学校招生的粤剧班。他们有信心。对，1954年的时候。那么我听了去考，我认为是不管粤剧班怎么办我都不管，但是只要是唱歌就行了，我就跟他们一起去了。去了以后我一报名好了，他们就马上就叫我唱，我就唱了一个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还不是唱的戏，不是唱粤剧，我不会唱，我也不懂。唱了以后呢，他们就我的嗓子蛮好的。那么再加上呢，我比我姐姐呢又高了一点，我们虽然相差2岁，但她跟我一样高。您条件比他好。那么这么一来的，他倒没有录取，我录取了，是吧？你说歪打正着，是吧？歪打正着。所以说，人家说有很多事情你都没法，自己都不知道下面一步会出现什么状况。跟粤剧的缘分可能从此开始哈。那么就这样子呢，走上了学粤剧的道路了。那就1954年，我才只有14岁。小的时候从来没想过吧，将来我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从来没想过。但是很喜欢唱歌。也就喜欢唱歌。家里有几个姊妹啊？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是最小。你们家是不是都喜欢唱歌啊，或者嗓音条件都很好？没有，但是我妈妈呢，她是因为出生在大资产阶级的家庭，她英文也非常好，学习都很好的，但她呢就喜欢呢唱京剧的。因为他们家里以前都是很早以前，我妈妈是
11年出生的嘛。那时候10几岁的时候，家里就是有的人会唱京剧，但是我妈妈的嗓子是非常好，所以我有今天一日，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妈妈，您传承对，是她带给我了这个很好的嗓子啊，这个条件。所以戏曲演员的最大特点，他就是你嗓音要能够发挥的。没错，没错。后来姐姐怎么说这一次考试的事儿？后来姐姐考试，她没考上了以后呢，回家大哭一场。她也没想到我，后来她说，就是因为你去了，我才不会录取。哦，她认为是好像落在你头上，落到我的头上，你抢了她名额了。对对，好像本来我不去，可能她会录取的。就这个笑话呢，一直后来人家一碰到她，哎呀，你别跟你妹妹吵了，她的运气比你好，就是这样子。你看，后来她有没有再学？还是也做票友了？没有，什么都没有了。是吗？对，就根本就跟这个行业没有关系了。也对，后来我演出的时候，她都不大来看的。这个气啊，这个结就是结下来是吧？就结下来哈。后来金老师，你们那批学员是国家，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的第一批越剧的学员。对，第一批国家培养的是上海市戏曲学校的越剧班。那之前呢？之前比如学越剧的，学越剧有的都是他们私人剧团带的徒弟。但是我们那时候都不知道他们里面是怎么徒弟，什么关系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进了学校有国家全部包，吃了住全部是国家费用。有多少学员？你那一批？我们那时候招的是40个男同学，20个女同学，女的全部学花旦，男的是老旦、老生、小生、小丑都是男的了，所以是男女合演。那就是已经分开，就是男演男、女演女的这样的培养目标了，是吧？这样培养的目标是周总理接见了我们袁雪芬以后说的这句话。他说：“你们越剧要演现代戏的话，一定要有男女合演，不然你们的反映生活的剧那个面太窄了。”那么从这句话以后呢，才在那个上海戏曲学校开办了一个越剧班，男女合演的越剧班。所以在1959年毕业的时候，上海越剧院成立了一个青年越剧团，全部是男女合演的。那其实你们这个路还是挺顺畅，金老师，就是在您考入到学校越剧学校，然后在学校之后呢，专门有工作接收了，对，一下就有这么一个团成立。其实那个要感激当时政府成立的这样的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这个指示，从来没有过的，从来没有过的。周恩来总理他建议的是吧？对。你们当时考越剧的，你们学校还有其他的剧吗？有的，先是最早是1年的找了点昆曲班。哦，昆曲，就是那杨春霞的这些都是昆曲班的。杨春霞是杜鹃山那个主角，华文怡都是昆曲班的。哦。那么后来呢，就是说杨春霞到了北京以后呢，他就改了京剧了。改京剧了，就是现代戏来，他就改了京剧。你们是卧虎藏龙哈。后来在学校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你们是第一批学员嘛，对，是吧？我们第一批学员，后来又招了评弹班、淮剧班、音乐班，也找了好几个班，都是国家培养的，国家培养，那都是可以。那国家那个时候其实下的力气啊，我都觉得他们有前瞻性哈，对国家的这个戏曲的发展哈，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一个基础的推动作用哈。对。那在几年的学习当中，我就不知道第一批的那个时候那些学员，老师够吗？那时候老师呢，都是一些以前的私人越剧团里边剩余下来的老师。就是有一些他们在舞台上已经演出机会比较少了，演出机会比较少，不像有私人剧团的王文娟、徐玉兰他们是主角，一个团的主要的。那么下面有一些老演员呢，就是说他们在舞台上呢，那个机会比较少了，那么就把他们调出来，培养我们戏曲学校的学生。那么然后呢，还有呢昆曲班的一些老师，传字辈的。昆曲班的老师就是他们昆曲嘛，那个舞台动作啊，还有技巧方面都比我们越剧的来的更加高级一点。那么所以他们教我们的武功、剑什么都是他们教的。昆曲的传字班。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现在看来那个时候教学还是蛮科学的。对。是吧？对。那你们也是受益匪浅哈。我们那时候真是感觉上就是说，什么事情你都不要担心的，而且专门有阿姨来照顾你们。就是生活方面。生活方面，国家还配了那个阿姨来照顾你。真的。那你们在学校那学习，管得严不严？是不是像我们看的连续剧里边，要不就哭压腿啊，要是哭了，有没有这个？没有。我们在学校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早上5点钟起来练功，我4点钟，就一个比一个镜头更大。
当时你们的信念是怎么样的？当时我们训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自觉，没有什么要人家逼你的，就是在整个学校的这个气氛，就是你要舞台上你要将来在舞台上站好的，你现在一定要刻苦的学习。所以早上起来练唱也好，练功也好，有一些男演员早上练功，我们都在睡觉他们就很早起来就练功了，真的走矮支步什么，所以那时候的学习的劲头了，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都很小的嘞，都才10几岁嘛，而且一个比一个勤奋，刻苦。那这个可能跟你们的这个德育教育有关哈，是不是？你们入学的时候受到什么样的一个激励了哈？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像就是感觉上可能是那时候的时代跟那个环境，就是家庭里边就感觉到没有什么像现在那么信息时代，很多东西来吸引你，很多东西来引诱你，现在那时候多没有的嘛。就是除了你进了学校念好书，进了戏剧学你演好戏，就这样子，很单纯很简单的一个目标。在学校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就是难住你的事儿？在学校有碰到过的。为什么呢？有的时候主要呢这就是心态上的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时候拍了一个《秋翁遇仙记》一个电影了。那么当时要选择一些就是仙女了，去上这个电影里面拍那个演电影的群众奖。但是有的人呢选上了，有的人就没有选上，所以花旦不是每个人都能上那个上去的。也是哈，都是同学，有的人没上。对，那您是落选的还是入选的呀？我是入选的。我是落选的，我是落选的，我没选上，哭了。对，我没有哭，我就是认为我自己呢，好像在这里没有条件了。那时候小孩子很单纯了，他们都能去，我不能去，可能我不行了，好像很自卑，信心受影响，对，信心受了影响。但是后来呢，就是说排了另外一个戏了以后，又把这个信心呢又竖起来了，因为这个演戏跟拍电影的要求标准不一样的，它首先你要舞台上的形象很要紧的。那么而我呢，这个舞台上形象做花旦的话，脸冠比较宽。这个还有要求，这个还有一定要的叫瓜子脸，也瘦瘦的呢。那么就是像我这样的脸型上去的话呢，好像有点镜头上不再上镜头。所以后来让你演皇帝了，演皇帝那就正好。那么后来演皇帝，为什么演皇帝？就是徐兰老师叫我改小生了以后，我在演古装戏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我这个嗓子跟我这个脸型跟我的个子很适合演小生。配上了。配上这一条路一走呢，比我原来的花旦路走得更通。更好了，所以命运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会左右你，不知道怎么左右。对，不知道左右。其实先学的花旦，然后后来呢又以你演小生而成名哈。成名。那你感觉，但是在演唱方法上有没有就是不一样，或者你还会经过一段，比如说小生啊，还有这个你各种这个不同的角色上。我知道唱歌会有比如美声唱法，对，民族唱法，对，像你们戏曲当中也是这么多的这个行当，那有没有越不过去的技术？这个越剧呢，主要是靠那个流派存在，才有越剧今天发展的那么辉煌，那么快。但是每一个流派它都有自己的本身先天条件来取决于它这个流派的特色。那么金老师呢，他呀。在他的整个越剧学习过程当中，学的是花旦，但是呢，是因为什么的原因呢？又改成小生了。之后呢，又因为小生而成名了呢？这里还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还更有趣儿的话题。我们马上回来。从科班花旦到入行小生，从《红楼梦》的贾宝玉到孟丽君中的袁成帝，从喜爱唱歌到越剧大师徐玉兰钦点为徒，百转千回唱念古今人物春秋，千回百转诉说粉墨背后人生。本期对话艺术家，中国越剧表演著名演员金美芳。好，华语电视的观众朋友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话艺术家，我们继续进行。金老师，我们继续回来哈。我现在手里看到这张照片哈，大家看一下这个非常有历史感的这个照片，可能您会发现这里的人物哈，也许有您认识的，也许有您不认识的。金老师，我看到这里有中国国家第一任领导人周恩来总理。是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国庆10周年，上海越剧院的红楼剧团，到北京去庆祝国庆10周年。那么去演出了，周总理呢就接见了我们全团的代表，全团的人演。那么后来呢，就是在61年的时候呢，周总理呢，61年我们出国到朝鲜去演出，回到北京，那么就又演出了《红楼梦》。那么那时候周总理呢就也接见了我们，他就是跟他们说了，就是说好像你们越剧国庆10周年来的是《红楼梦》，这一次来的呢61年你们来的呢又是《红楼梦》。他说我希望以后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人演《红楼梦》了。当时是徐老师王文全良他们剧团带过去的。我那个时候是他们团里的，我因为59年毕业以后分配到2团了嘛。那么他们那时候到北京去演出的时候，我也跟着去的嘛。那么后来呢，就是他们跟周恩来就问了一下谁是徐玉兰的学生，那么人家就把我推上去了。他说他就是徐玉兰的学生。那在下边有没有其他也是他的学生？也是他学，但是不是学小生的，是从前是学花旦的。那么这么一来以后呢，那么周总理就跟我说，我下次要看你演出的《红楼梦》了，钦点的。对。那么这一句话一来以后呢，就增强了我对改小生的那个信心了，就觉得好像越剧要有继承人了。徐玉兰的徐派，因为徐玉兰的徐派，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高亢激昂、声情并茂，而且非常潇洒的。我的嗓音呢，正巧跟徐玉兰比较接近。那么也适合他的流派。如果你叫我学影派的，我可能就学不好了，因为我的天赋条件不是影派的音色。通过进2团，我们徐玉兰老师对我的培养跟点名叫我改小生，再加上的北京周总理的这一句话，我就下定决心，我说就是5年呢我在学校学的花旦，但是我现在还是以小生为我的终身职业。义无反顾的哈，就在这个非常的这个热血澎湃的这样的一个激励之下哈，就毅然改了。徐老生当时的时候就跟我说，叫我改小生了。他说金美芳改小生我包了，从来没有个老师说过这种话对任何一个学生。当时你有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所以当时他说这话的以后呢，我心里非常感动。而且尤其在后来我演艺的生涯当中，我学了徐派以后，我的人生的艺术道路完全转折了。所以他是我的，除了我母亲我感恩之外，我感恩我的老师。我有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想他的时候，我就会给他打个电话，但是他已经不大跟人家打电话了。其实我有看您哈，就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扮相，我不知道在哪里能看出跟徐老师，就特别是上半部哈，特别像。徐老师后来怎么点评您？那徐老师后来就跟我说，我演的小生像他，但是又有自己的特点，因为人的身材跟那个思维方式不是完全一致的，但就是他的流派，而且他的那种观众比较熟悉的东西、喜闻乐见的东西，我把它继承下来了。但是我在演唱新编的其他的剧目，比如《红楼梦》，我是一定要找老师演的，他的一招一式都要找老师演。但是新的剧目一来，比方我写苏小妹、燕燕，我就不是全部，因为老师没有演过，没有前面的样板照他学的嘛，所以我只能在他的那个流派的基础上，加上了我自己对人物的理解所选择的曲调，那么再这样唱。但是我没有走出徐派的这一个流派的一条路。所以后来呢，就是我在演燕燕的时候呢，我用了沙球，还用了电子琴，还用了三拍子，很多现代的东西。现代的东西，基本上这个没有人用过。我为什么会用上去呢？因为我感觉到人物在这个规定情境里边，这个乐器3部曲能够代表这个人物，我就把它用上去了。有没有就是反对的，比如说同行啊？没有，当时他们还说了一句话，就是好像，哎，你这个脑子的蛮灵活的，蛮活的，好像灵光的，蛮灵活的，好像。那么后来呢，就是说我演了这个戏以后呢，就是三拍子用上去了。我在另外一个剧目里，我又用了三拍子。于洪先的那个就是唱的《我是娇娘君是留》。于洪先以前唱评弹很有名的一个演员，他唱的这个就是《蝶莲花》，
我就把它当中那一段唱用到我的杨贵妃的唐明王的这个身上去，也是恰到好处的。就是旋律吗？旋律对，旋律用它的旋律用上去了。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本来喜欢唱歌嘛，就像你一样，你嗓子也很好，唱的也很好。就是它有一些触类旁通的东西。对对对。我就把它搬过来了。我刚刚有听您讲说《红楼梦》哈，像越剧的《红楼梦》为什么是成为了经典呢？一个呢，我觉得越剧观众跟其他剧种的观众有些不同的，越剧的语言容易通俗易懂，更加大众化。就像昆曲呢，都是文言文，一般有的昆曲的词儿我都听不懂。它呢属于一种就更比地方戏曲当中更高档的一个剧种，它是古文的比较多，所以在接触的观众的，就首先你把语言他能够听懂，他才能跟你有呼应。为什么后来我越剧的黄金时代，就是它普遍的中层阶观众比较多了。比如像现在都是70几岁、80几岁这些人，就是票房多了。对，一个剧种要存在，首先你的剧本要好，第二个呢，你要跟观众有起到共鸣，第三个呢，就是说演员在这个上面你要花你的一定的努力，才有特色，人家才能接受你。一提起《红楼梦》，当然也有后来有连续剧啊，还有其他的这个曲种。可是呢，印象最深、成为经典的，那还要说是这个越剧啊。对，这你讲的非常对。我还想知道，那个顶替薛宝钗那段故事呢，那是怎么回事呢？顶替薛宝钗呢，那是演薛宝钗的那个陈兰芳。突然之间呢，就是即兴的往常演。你知道演出的时候票房已经全部卖出去了，票已经卖了。那么这个情况我呢就是救场如救火了嘛。是。那么他们那时候呢就推上去，叫我演他的角色。那么当时呢我呢进剧团没有多久，那时候我还没有改小生，但是我这人就有一个习惯，不管你今天在这个剧团里边他们演出什么戏，不管你是主角你是配角或者其他的角色，我基本上都能够有脑子里有印象的。那么所以像这种顶替薛宝钗这个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像老师那时候回过讲薛宝钗吧，那时候呢就是他烂尾炎来了，出来以后到医院了嘛，那么领导让叫我顶的时候呢，就他们就基本上不要花多长时间，因为薛宝钗本身在这里边戏不是很重的，戏不重，戏不重。那么另外呢，我也看的比较场次，大概100多场看下来了。是他们演出每场都到，每场都到的，合唱嘛都要到的。那么这么一来呢，对我来说呢压力不大，但是到真正上场的时候，我出洋相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跟老演员在一起的时候，只是跟他们在一个团里面共同生活、共同工作，但是没有跟他们同台搭过戏。非常紧张，而且我在这种方面是有点胆小的。虽然我自己觉得好像还是背得很熟的，但是真正叫我出场，我就有点怯场了。是的，怯场。那么当时那个时候呢，第二场的叫耳鬓厮磨，贾宝玉去看那林黛玉的时候，那一台戏。那么正好徐老师先出场，我们老师先出场，叫我的宝姐姐请。他这个请字出来，我在里边就不动了，请不出来了。神在发抖。发抖了以后嘛，下面那个怎么没不出来了？人家也知道是我顶替他这个角色的嘛，那么票房里面讲的嘛，大家都眼盯着是吧？怎么不出来了？那么后来这个舞台监督想，这个人薛宝钗不出去，这个戏怎么演啊？他就不管上去，后面把我砰砰推出去了。真的，所以薛宝钗出去的时候应该是文绉绉的事情，但是应该怎么出呢？但是我是一个脚步砰动一下跳进去了。是这样子，就出去了。出去我要定型，水袖一晃，我也不知道东南西北，我就唱了呀。所以这一天的一场戏演下来的时候，人家就跟我说了句：“哎呦，把我们大家都吓了一身冷汗，包括乐队的吧。”但是后来我跟他们总结了一下，我说我到剧团来那么多久，第一次出场是舞台监督把我推出来的，就把你对上了。对，有很多人。所以后来我演戏再演的怎么好，舞台监督一碰上我就是说：“哎，金美芳，你是我推你出去的。”就一直成他的画饼了，是不是啊？对对，他都把笑话来说的也是事实哈，说的也是事实哈。那场演出从头到尾没出状况，没出状况，而且哎呀，真好，真好啊！还是有功底，成功都是给有准备的人啊。预备。话又说回来呢，就是你任何事情你认真一点，总会有收获的，很要紧。就是不知道这个机会在什么时候可以发光哈，所以我们都是在时刻准备着哈。这是一次救场，好像您又去了，在广东还有一次救场，是在香港又救场了一次。香港这一场救场呢，就是我奠定了一个小生基础的一个关键的一场戏，
一个演出。那时候我们在广州演出，徐老师演《追鱼》，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开放，我们本来到香港去的，申请没有批准。结果到深圳去演，后来我们就在广州演出，广州演出下来再到深圳去演出的。本来是应该去香港，应该去香港，但是因为那时候没有开放嘛。广州演出追鱼的时候，我们老师呢就是一个抢背，那时候李怡君把这个雨林就是这个一场戏的规定情景里面，就是李怡君受难了。那么那时候呢，我们老师就一个抢背翻过去，表示说非常激动的时候，一个抢背翻过去，锁骨突然断掉，一下子就伤到了，伤到了以后，他在舞台上坚持演到结束，下来以后到医院里去拍片子，说你锁骨断，锁骨一断就不能上演了，而且石膏棒绑在那里。那么这个事情一发生以后，剧团里面都乱了套了嘛。就是那么票价已经买出去，而且我们到了广州，那么这一来领导层又决定叫我顶的时候呢，他们为了不影响观众的票房，票子已经卖出去，但有人可以退票的嘛，他就说徐玉兰的学生金美芳，这个外边的海报上幕上就写着这样。人家他是学生，就去看看学生也应该不错可能是这么认为。你们这个负责人还挺动脑筋的，就降低一下大家的这个压力。对，就当场演出的要排练的，一个星期，在剧场的后台排练。徐老师石膏还绑在那里，就亲自到现场给我指点。真的，哎呦，所以这么一来，经过一个星期，我就上演了。上来演了以后，他的锁骨骨折一个星期不会好的。那么后来呢，我们又到了深圳去演出，都是我演的。是吗？对，就那个骨折以后，他就追忆，后来就是在我们出去演出的这个阶段，他就没有演。那么后来呢，就是我顶的。所以人家那您是跟王文娟老师搭戏？对，跟王文娟搭戏。所以就这么就说跟王文娟老师搭戏，我就想徐玉兰老师应该是跟王文娟老师搭戏的哈。这也是一场非常偶然的机会。阴差阳错的这样的，那也挺为这个徐老师那个敬业精神挺感动的哈。就这样，您又在这里就跟王文娟老师就开始又搭戏了哈。跟王老师搭戏有没有心里有忐忑？那跟王老师搭戏呢，一个呢，我觉得黄老师他本身呢就比较随和，再加上呢，就是我们跟他剧团在共同生活的一段时间呢，我觉得他是非常敬业的一个老演员。那所以跟他在一起搭戏呢，他没有给你一种好像是我是老演员，你是青年演员，好像有一种自上临下的那种感觉，你没有的，好像就是非常非常平和的一个相处。但是跟我老师在一起呢，他毕竟就不大一样了。因为老师虽然对我是非常培养我，但是看到老师就要敬3分的，就是好像。人俗话说哈，这个严师出高徒哈。那跟着徐玉兰老师呢，这样的一路下来呢，整个的人生经历像金老师讲那样，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从花旦到小生的改变。后来生活发生更大的改变呢，是在中国文化革命之后，那整个的演出和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马上回来。杨柳关。
舞台到创作，从银幕到编导，从 T 台到设计，从画廊到拍卖。华语电视、华语广播联手推出系列人物专访栏目《对话艺术家》。华语广播节目总监小英将带您走进艺术家，畅聊艺术人生，感受艺术魅力，点亮星空，精彩无限。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金美芳，浙江杭州人，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批由国家培养的粤剧演员。1954年11月考入上海市戏曲学校粤剧班攻花旦，1959年毕业转入上海粤剧院，不久改演小生，唱徐派，在《红楼梦》中扮演贾宝玉。80年代与粤剧大师王文娟合作主演了《孟丽君》。1996年在10集粤剧电视剧《孟丽君》中饰袁成帝，大获成功。其嗓音清脆悦耳，动作潇洒利落，表演传神逼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并善于根据人物的思想感情变化，把戏曲表演的程式动作与民间舞蹈相结合，使舞台表演更丰富多彩。好，欢迎回来，对话艺术家金老师哈。作为中国第一批的粤剧学员哈，你在这个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也是点燃处。但是进入了中国有一段特殊时期，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好像你们的日子就开始进入到苦难时期，所有人都走了吗？都不演戏了。对，要回忆从前的确是很心酸的，因为像我们这种年龄，在那个时候也可以说在艺术上是一个黄金时代。但是文化大革命一来以后呢，我们这些搞文艺工作、搞文化工作，包括作家、画家、医疗、演员，全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了。下农村、插秧、撒肥料、养猪，会吗？对，我们都不会啊。那在那里就是跟他们农民一起过日子，就是说我们是属于知识分子，不是属于工农兵，就这么去改造。思想还不够彻底。对啊，改造了以后呢，到了那里呢，我们都不会。但是呢，因为你运动来了嘛，你就是不会，你要生存的嘛。那么就在那里劳动了，农村劳动。那么后来呢，又到工厂里去站高温了。站高温呢，就是到工厂，各种工厂。有的人做橡胶厂，有的人做什么这个木材厂，都是厂。因为什么？这个厂呢是根据你家里附近的，你安排着就近分配的。那么我呢，那时候呢，家里呢附近呢正好有个立车胎厂，就是专门做轮胎的，那么就把我分配到那个地方去做工了。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回过来讲呢，就是在70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32岁了，我没有谈过恋爱，我也没有结婚。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呢，我觉得我的人生不知道未来是怎么回事儿，我就选择了婚姻。其实是逃避社会现实。结婚在这当中又生了2个小孩，也因为在工厂里边嘛，这个列车台厂的工厂里做工，早上上班的时候把小孩带到托儿所，寄在工厂的托儿所，晚上下班把他接回来。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重新又回到了粤剧院。改革开放之后呢，还是什么时候？就改革开放以后了。多少年？现在的6、7年。6、7年，就是没有唱。是没有唱，也不唱，也没有，就干活。那么我们在家里呢，就是每天上农村里劳动也好，或者就是到工厂里做工，也就是这样的。就成为工农兵了啊，就成为工农兵了。那么回来以后呢，就是四人帮粉碎了以后嘛，粤剧各方面全部回到原单位了嘛。那么剧团呢，也希望我们重新把那个粤剧再恢复起来，重新组织。那么那个时候的演出任务是非常艰巨了，因为那么多年不演出，剧团也处在停顿的状态。
那么现在一恢复了以后，就要把从前失去的时间抓回来。当宣布说今天你们不再做工人了，你们可以再重新回到舞台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一瞬间的那种感慨？那时候最大的感觉就是说，我还行吗？我那么多年不唱，那么多年不做了，我还行吗？又加上我又有2个小孩，跟从前单身一个人演戏完全不一样了。那么但是面临这样的情况，你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你是在国家单位里的工作，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了。那时候已经快40了，已经快40了。所以40的时候呢，我一直演了大概7、8年戏。47岁我离开中国大陆到美国来，在这个7年里面，我看了一看，我演了8台戏。文革之后是恢复传统剧呢，还是还有新剧出来？那时候是恢复了传统剧，比如说就是像排了新戏了，就是重新再演《红楼梦》，那时候也是我演的。再演《红楼梦》。再演《红楼梦》，那您那个时候是跟谁搭的？那时候演的时候是跟我们年轻的一个搭档。就是等于说您在帮带对，就是我们戏曲学校的一些花旦了。戏曲学校以前不是有花旦的吗？那么我现在改小生了呢，但是我跟搭档呢就是我们戏曲学校的花旦。是吗？这个好有意思啊！对，这个变化也蛮大的，所以一下子我就变成了我是演男角，他是由同学变成演女角了。改革开放之后的那些剧目又增加了一些内容。改革开放有剧目呢，就是说从前呢我们演的都是老师的演过的戏，梁山伯追台呢、红楼梦或者追鱼了的。那么文化大革命以后呢，话又说回来，我们的老师年龄也上去了。对。那么而且那么多年也不演了，跟我们一样的也没有演出。那么再加上呢，我呢那时候呢，说年纪大呢也不大，说年纪轻呢也不轻，就是不上不下。但是现在的用的话呢，也只能用我们这一辈的演员了。改革开放也第一次登台的时候，1978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排了那个孟丽君，所以那时候正好粤剧也没有什么剧目的时候，所以这个孟丽君也是在时间、机会所诞生的这样一个很幸运的一个戏，就产生了哈，这特殊年代就出来这样一个作品。那我看到就是相关的一些资料、视频资料哈，孟丽君这个是一个电视版本，当时出来就是电视版本吗？不，当时出来是舞台剧。舞台剧后来呢，因为上海电视台觉得这个舞台剧蛮好的，他就到电视台去录的。不是在我们演出的时候，演出的时候录，你这光线呢什么有的不是很好，有要求，不是很好的。那么到电视台去录呢，那他就实景了，就配到了。但是他没有像那个电视剧的那个孟丽君一样，有水啊，有小桥啊，就像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在拍这个电视剧。所以那时候我们是一幕一幕的。那电视连续剧呢，它是实景，一段一段的。那么它这么一来以后呢，就故事情节比较拖沓一点，因为上了外边拍实景了嘛。那么有些东西呢，又有些改动。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人家还是喜欢看眼前的电视的录像的那个，而不到对那个电视剧的稍微的觉得拖沓的。那就是说他在改编过程当中还没有让观众完全接受。对。那在舞台上有再重新排这个剧吗？舞台上有，现在很多剧团要上演剧目，《红楼梦》、《梁山伯追台》、孟丽君，观众容易接受，而且就是演出的场次最多的，现在是。那您当时是先排的舞台剧，还是就直接进电视版了 ？No， 先排舞台剧的。孟丽君里面的皇帝就是我第一个先演的，就是原剧本演的皇帝。人家说这个金老师的皇帝演的是那个叫风清气正。我看了您演的这个皇帝，您演的那个像孟丽君里边那个皇帝。还有点调情。孟丽君是一个算是喜剧的哈，最后结局很好。孟丽君呢，她实际上呢是一个清代的一个陈瑞玉他写这个弹词儿，这个叫《再生缘》。我们的剧团那个编剧呢，就把它《再生缘》呢就编成了现在的我们那个孟丽君。那么孟丽君的剧情呢，在当时来说呢，就是跟《红楼梦》跟这个梁山伯这台不同在哪里？它就有点喜剧。那么我当时呢，就是接了这个剧本了以后，我就一个感觉，这个皇帝虽然他有点爱孟丽君，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有分寸的，不是一个风流的完全忘乎所以的这个皇帝。第二个，他爱孟丽君，不仅她是漂亮，更爱她的才，爱她的才，有她的才那个才能共同把这个国家可能弄得更好。他的出发点不是单单是一种风流，所以在掌握这个皇帝的时候，
你既要有对他的爱慕，但是又要对孟丽君的一种尊重。你这个皇帝呢是要风流的，但是你是一个皇帝的风流，而不是一个一般的书生的风流，要有度，要有度。所以在这个掌握上，不管是唱腔设计，或者动作设计也好，不能过头，只能恰到好处。我看那个金老师你演的那段，就是抓住孟丽君的手。孟丽君那个时候她是女扮男装，是丞相，然后皇帝喜欢她，他看出来了哈，对，所以他喜欢她。那么这个时候金老师，我看几次你们游园叫上林苑是吗？游上林，对，游上林这一段呢，就是几次去抓孟丽君的手，孟丽君都有各种各样的托词，对，就非常得体的把您给甩了。对，游上林这一段还是非常叫座的。游上林这一段为什么人家比较喜欢呢？我首先呢说它比较轻松，现在的人呢倒反而喜欢就是好像轻松一点。越剧在舞台上演戏，下面观众呢不是走出去的，用船蹭出去的。为什么都哭了嘛？哭了，下面都是水了。哦，所以把越剧形容成就是悲的。孟丽君呢就来了一个就是。对，改变了越剧从前的一些专门是演悲剧的那个特色。这段演的特别好玩，我就几次看了一下哈，跟梁山伯和祝英台的男扮女装有哪儿本质的区别？梁山伯祝英台呢，她毕竟是一个千金小姐，跟那个书生，平民对。那么这个孟丽君里面是个皇帝跟宰相，对，大官。这里边呢就是区别在哪里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你的学历、你的见解是另外一个种档次，你在处理很多事情的跟一般的平民就不一样。所以现在为什么有的人叫做念书念得好啊，将来你有什么前途啊呢？实际上但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对一个人的修养，对他的人的那个以后的道路的那个培养，这是很要紧的。所以我在演皇帝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不能演成下流。小生演这种调情的戏，很容易走上这一段路。但是我在这个燕燕里边呢，我是一个书生，喜欢上那个丫鬟，对，所以我在这里边我就用了沙丘三太子，就是他那个基调就是一般的风流倜傥，这一个阶层的那个对女孩子的追求，这种爱。那皇帝跟宰相呢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对他的爱。你看啊。孟丽君这个剧哈，让越剧有了重新发展的一个机会，也让金老师呢在这里让大江南北的这些观众哈认识他、了解他，成为了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哈。其实，当金老师来到美国之后呢，他真的没有想到在这里还有他的粉丝。我们马上回来。从科班花旦到入行小生，从《红楼梦》的贾宝玉到孟丽君中的袁成帝，从喜爱唱歌到越剧大师徐玉兰亲点为徒，百转千回唱念古今人物春秋，千回百转诉说粉墨背后人生。本期对话艺术家，中国越剧表演著名演员金美芳。好，我们继续回来对话艺术家。那现在呢，我正在采访的是中国著名的越剧艺术家金美芳老师。那刚刚我们说到越剧那么多的故事哈，在这一节当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位是金老师的，也可以说是越剧的票友，或者是越剧迷哈。欢迎您，金老师。怎么认识您的票友的？我认识他也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因为我呢很少到纽约来参加一些活动。那么那时候呢，正巧是孔子学院呢有一次就是母亲节的那个母亲节的演出，他呢也正在演出。那么演出了以后呢，他就跟我联络了。以后，我从跟他的接触当中，我觉得他对越剧还是比较喜欢。另外呢，自己由于喜欢了以后呢，他自己还在搞一点这个票友的演出，是吧？
他很活跃。对，这一点来说，对我们作为一个粤剧工作者来说，很希望有这些人为我们粤剧的传承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很欣慰哈，很欣慰。那这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电视机旁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我叫陈雪梅啊，就是来美国差不多20年了。那来了以后呢，也就是为了生计，为了生活，就是一直在忙碌。最近几年呢，就是也就退休下来了，没有那么忙了，没有那么忙。其实对这个粤剧呢，我一直是很爱好的，喜欢。金老师呢，其实也是我仰慕已久的，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他。没想到在美国能碰到，是吧？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个我跟金老师呢，就是同台演出了。就是我是票友，也是玩的。但是金老师呢，在那次呢，也就是在念白啊、打坐，哎呦，我就特别感动，佩服到五体投地，是吧？对，因为金老师的名字在我的脑海里呢是一直有，就是没见过，对，如雷贯耳。看了他好多戏。金老师当时是我们那个徐玉兰老师的得意门生，然后也是称一个小徐玉兰之称，有小徐玉兰之称，所以我特别敬仰。敬仰哈，也觉得非常幸运哈。现在能跟他做朋友，就是我敬仰的老师也是做朋友了，真好，所以真很开心。你也是上海人？我是上海人，因为从小也是妈妈带我去看粤剧。那个时候觉得，这个衣服蛮好看的，唱的，因为我们也都是浙江人嘛，就是对这个粤剧呢也是有点情有独钟，对，情有独钟，也比较喜欢的。但是这个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嘛，就是不可能去听这些东西。对，然后来了美国呢，在一个偶然机会呢，看到了金美芳老师，好激动。对，真的很激动，马上就留了电话，留了微信啊，就是我崇拜的偶像，终于我见到真人了，是吧？金老师，您说是不是没有想到多少年之后，您也已经开始进入到退休状态，然后还能发现有很多您的戏迷？没有想到，但是我也更没有话来形容这些喜爱粤剧的粤剧观众对一个演员的那种热爱、那种关怀、那种付出。比自己的亲人还亲。我最感动的就是很多的老一辈，像我有一个朋友，已经要100岁了。我在纽约来了以后，每一次的演出，他总是一束鲜花，叫皇太。这一次呢是100岁生日，在弗拉信的顿城的 party， 他一定要叫我到，特地从康州赶过来，要参加他的100岁 party。所以我永远记得这些观众对演员的付出是无私的，那种厚爱，真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就像现在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哈，这张照片，这个一家人是在美国待了将近30年，就是我在1987年我来美国的时候，是他们出的经济担保，但是这一家人就是我在中国大陆40年那么久的粤剧观众。仅仅是观众来了以后，他们2个在这里以前30几年在美国生了个小孩，这个小孩参军到伊拉克战争，我去伊拉克真了不起。那么而且呢，我看到这个副总统了，这个小孩在部队里边，在军队里面立下了很多功劳，家里你可以看到挂在墙上全部是奖状，好有出息。所以副总统接见了他。所以我对这些观众，我今天讲句心里的话，在我的未来的有生之年，如果有喜爱粤剧的观众能够来对我有什么要求，或者希望我辅导，或者希望我帮忙，或者希望做什么事情，我是没有二话的。我要感谢给我支持的一些观众，我今天的艺术成就有今天，没有观众就没有我金美芳今天。金老师，其实金老师，我看您在这个纽约州立大学的这个母亲节被评为优秀母亲，那一段感言非常感动他们怎么样来说金老师在这么多的伟大的母亲当中，您成为了那一届的优秀的母亲呢？我当时接到这个称号的时候，我有2个感觉一个感觉，
我应该说为越剧事业，我是付出了我的青春，但是我对家庭在教育培养子女方面我是有欠缺的。但是有一点，我在物质上，只要他们只要他们有要求，在急用我都可以尽心尽力的。所以我现在感觉到我的小孩，他们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因为没有母亲一直在他的周围，他们非常独立，也非常坚强，所以生活上没有一件事情要我做的，自己煮饭，自己洗衣服，自己做很多事情。所以我有的时候在什么条件下出什么小孩，不经意也好啊，是无奈的也好，在锻炼他们。刚刚金老师讲过哈，谁向您请教，您都愿意接受哈。我现在就想请教了，想学一段啊。那个有没有听他唱过？您的这个带来的这个票友唱过，听他唱了。我上次他在演出的时候，我听他唱的。怎么样？有发展前途吗？那他不仅是发展前途的问题，主要他有一颗热爱越剧事业这颗心，我相信他总有成就的一天。金老师，我非常的欣喜的告诉您哈，在纽约我们这个地方啊，不但是有1个、2个、10个、8个的越剧的票友，在我们的这个信息的资讯当中，我们社区还成立了很多越剧的社团，是吧？对，你们还有定期的活动。对，知道金老师都说了哈，金老师说，他可以无私的给你们去做指导，怎么样？特别开心哈。对呀，有金老师的指导，我们更有信心了。你跟我们唱2句，我听听您的票友金老师的，给打分，好吧？来吧，啊，唱2句啊。那就唱那个送凤冠的《飞越传》里边的送凤冠里边的一段。媳妇多娘，我的心肝宝贝呀，蛮有韵味的嘞，不错不错。叫上媳妇我啊给娘，心肝肉，哎呀宝贝娘，阿玲是我的手心肉，个媳妇大娘侬是我的手背肉，手心手背都是肉，老太婆杀来的那2块肉啊，手心手背都是肉，我听出来了。这是我们周宝奎老师的拿手戏了，是吗？这个周宝奎就是以前我们《红楼梦》里面做贾母的那个演员。他呀，参加过我们多元文化传播集团的风采妈妈的比赛。其中唱了一段，我记得了，是手心手背都是肉。金老师，我也要学2段，怎么办呢？就是像我们唱歌的人，如果学越剧的话，哪段比较容易入门，还能唬一阵子？我看你呀，首先条件你的嗓音很好啊，你还是唱徐派吧。真的，哎呀，徐派终于有传人了。金老师，来2句我听听。天上掉下林妹妹也不是他唱的啊。天上掉下林妹妹是徐岚唱的，徐老师讲的。对，来1句，您唱1句，我学1句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事业多情勇刚才人。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青云刚出来的那个青云在云端里边出来嘛，就是你像非常纯洁的一个从云端里面出来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事业多情云刚策举。你看，我一下学成了。而这是谢老师，你这个嗓子唱歌的嗓子那个发音位置非常高，晓得吧？是啊，所以唱徐岚的曲调非常适合你的。我一定要学一段，好吗？一定，金老师啊，今天就收下学生了哈。我要学一段这个天上掉下林妹妹，天上掉下林妹妹，而且这个段子哈。也是特别受欢迎的，对，很多一般人家业余的或者晚会啊都唱这个，那又比较活跃，又比较有2个人有对唱，有呼应的欢快。哎，金老师说到这儿，我还想说，来到美国之后呢，后来有一段时间是参加一些社团活动，也有演出，也是唱您的老本行。对，那好像央视啊，后来又请您回去。搞了一场非常盛大的演出，是你到了美国之后又回去演出，是这样吗？对的。那是怎么回事呢？
那时候呢，就是1997年拍《孟丽君》的时候呢，我回去拍了10集电视剧《孟丽君》。那时候我已经在美国了。那是孙道临老师。孙道临老师的。还有一次呢，就是参加这个越剧中青年演员的，就是著名的中青年演员汇演。我们剧团里边还有外边剧团就并在一起的，是中青年的，是他们请了邀请信叫我回去了一次。一方面呢，带着一种心情去会自己的战友。对，另外一个心情呢，想去看看故乡，我们自己中国大陆上海到底变化到底怎么样子？那是时隔多少年回去？时隔差不多已经要10几年。10几年的时间，变化非常大。改革开放之后，所以飞速发展的国家，在我们在美国的华人脸上也增了不少光。那金老师，像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为止是令世界瞩目。但是对于传统剧目或者说我们国家的这些京剧也好、昆剧也好，也包括越剧，还有其他的剧种，是不是也有一些担心？关于到中国的文化艺术。实际上，每一个作为演员的今天来说，都是捏了一把汗。为什么？因为现在的时代跟我们那时候演戏的时代完全不同了，氛围不一样。高科技、信息时代、电信时代，很多的给青年人，以前给中年人，甚至一些给老年人的吸引，不是在文艺舞台上，而是手机上的各方面的信息。对，就是这样。所以这么一来，把人的注意力就分散了。那么，而且呢，戏曲的现在面临一个局面在哪里？就是它是不是适合现在的时代的人的心理要求跟精神上的要求？因为他现在的剧目是演古代的戏，我们越剧就包括越剧、京剧、昆剧都是古代的，但现在人的古代没有说私定终身后花园，他们对这种根本就不理解了。什么还有私定终身后花园的？是。现在不要说后花园，就是在前花园才有无所谓，直接闪婚了，也是闪婚了嘛。闪婚对。那所以这些问题呢，这没有共鸣了。任何东西你没有共鸣，你就是单独的存在就没有生命力了。其实呢，我们今天的专访谈到这里还有更多的话题，更多的思考，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对于中国的精粹无论是哪一种我们文化自己的东西，需要有人心火传承对，我们还真是期待在中国这么发达、经济这么大好的一片形势之下，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来帮助我们的国粹发扬光大。一线